喺我手上呢幾本色彩繽紛，仲要係由言語治療專業人士所出版嘅兒童繪本，佢哋背後竟然隱藏住危害國家安全嘅陰謀。成年人有獨立嘅思考能力，識得分辨是非黑白，但係一啲心腸歹毒嘅反中亂港分子，竟然諗到向小朋友落手，利用一啲得意可愛嘅卡通公仔去吸引佢哋，企圖幫我哋洗腦，將一啲反中亂港、仇恨國家嘅思想灌輸俾佢哋，意圖將仇恨嘅種子埋喺佢哋嘅心裏面。2020年6月至到2021年7月，3本分別名為《羊村守衛者》、《羊村12勇士》同埋《羊村清道夫》嘅繪本，以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嘅名義出版同埋發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喺2021年已經因為違反職工會條例被撤銷登記。喺出版繪本後，佢哋積極宣傳繪本，包括舉辦親子讀書會同埋接受訪問。由於繪本係免費上載至網上平台，同埋喺店鋪免費派發，加上以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嘅名義出版，自然吸引咗唔少家庭接觸繪本。佢哋亦都冇諗過呢啲繪本原來暗中潛藏住反中亂港嘅思想。正當唔少家長發現繪本出現問題嘅時候，警方已經開始偵查行動，調查有關繪本鼓吹港獨嘅分離思想。其實警方係幾時發現羊村繪本有問題呢？自從國安處成立後，我哋已經留意到咧，繪本喺坊間入邊派發。深入調查後咧，確定咗佢哋係由一班有專業知識嘅人士，專門針對小朋友製作嘅反中亂港煽動文宣。繪本嘅內容係講啲咩㗎？點樣誤導啲小朋友呢？嗱，我試下咧用第一冊嘅繪本《羊村守衛者》作一個例子。嗱，佢情節咧係講到一啲嘅狼係披住羊嘅衫，去羊嘅村落入邊咧食晒每一隻羊，然之後咧係佔據佢嘅地方。而繪本嘅序言咧，更將反修例運動咧講成大家淨係喺度溫水煮蛙，將一國兩制咧係講成咗掩眼法。結語亦明目張膽咁去指出，書中描述嘅羊村守衛戰就係所謂嘅反送中運動。兒童咧係會被牽引咧，認為自己係故事中嘅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特區政府咧就係想傷害佢哋嘅狼。法庭裁定咗繪本係煽動性刊物，基於咩原因嘅呢？繪本無論喺一個序言、結語或者情節上咧，都係想引起兒童係憎恨中央，同埋激起咧佢哋對中央嘅離叛，甚至引導佢哋相信咧保護家園唯一嘅方法係反抗當權者，而且咧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係會使用武力。出版者咧係煽惑香港居民之間嘅不滿同埋離叛。所以咧，法庭咧最終嘅時候係裁定呢本嘅書咧係具煽動意圖嘅刊物。羊村繪本一共係有3冊，除咗羊村守衛者之外，另外羊村12勇士同埋羊村清道夫同樣都係具有煽動意圖。羊村12勇士係以2019年黑暴期間被捕，喺保釋候審期間試圖偷渡台灣嘅12名逃犯作為背景，將12個畏罪潛逃嘅逃犯英雄化，比喻為英勇嘅羊，誤導小朋友以為呢12個逃犯係遭受迫害同不公平檢控嘅受害者。至於羊村清道夫就以新冠疫情期間罷工事件作為背景，目的係令兒童相信政府故意允許內地人嚟到香港整污糟佢哋嘅家園，同將疫情擴散，挑撥兩地人民之間嘅仇恨。我哋開始調查嘅時候呢，我哋係比較小心咁進行嘅。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呢本繪本呢本身呢，就係披着羊皮的狼，佢係由一班專業人士去繪寫嘅。起初大家都以為佢同其他嘅兒童讀物呢係無異嘅，但係後期呢，我哋發覺呢本繪本呢，
可能具有煽動意圖，所以咧我哋嘅搜證咧係更加小心，避免令人以為我哋打壓言論同埋出版自由。出版繪本咧係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同埋佢嘅理事成員，佢哋嘅背景咧其實係我哋其中一個調查嘅重點。工會咧喺2019年咧黑暴期間成立，佢嘅網頁咧係開宗明義咁樣宣揚黑暴同埋煽動港獨有關嘅資訊。調查羊村繪本案期間咧，我哋一直咧係小心謹慎咁搜集證據。直至到2021年6月20號，我哋發覺2名被告咧喺間書店咧，為咗羊村守衛者舉辦咗親子嘅讀書會，對象係幼稚園同埋初小嘅兒童。好明顯，佢哋想藉住呢個讀書會咧，就係宣揚煽動嘅信息。呢啲證據咧對我哋幫助好大，暴露咗佢哋發布繪本嘅煽動意圖啦，同埋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2021年嘅7月22日，警方國安處採取行動拘捕工會5名理事會成員，年齡介乎25至28歲，包括主席黎文玲以及副主席楊日義，以及工會其餘3名理事成員伍巧儀、陳元森、方子豪，涉嫌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及複製煽動刊物罪。2022年7月5日，案件喺區域法院開始審訊，係回歸後首宗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嘅案件。有唔少外部勢力藉此煽動，抹黑香港，話我哋已經失去咗言論自由。羊村繪本案一直受到關注，咁有反對派咧就借機攻擊，話咧香港已經失去咗言論自由。其實又係唔係呢？其實香港國安法第4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該咧係要尊重同埋係保障人權，依法咧保護香港居民係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香港有關規定享有嘅權利同埋自由，包括咗係言論自由。好似今次嘅羊村繪本案咁，以上講嘅有關權利同埋自由，又係咪適用呢？其實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有關嘅權利同埋自由咧係並非絕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都清楚定明，喺有必要保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他人嘅權利自由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依法限制部分嘅權利同埋自由嘅。任何人都係唔可以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散播信息，危害國家安全。法庭裁定涉案3本繪本都係有煽動意圖。煽動意圖並非單單源自文字，而係呢一啲文字啊喺兒童腦海中所產生嘅效果。呢次嘅判決有非常重要嘅意義。第一，佢係指出法律冇阻止任何人行使佢嘅言論自由，甚至批評特區政府，只要佢哋發表或者發布嘅言論並非帶有煽動意圖。第二，係確認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同埋第10條對發表自由嘅權利所施加嘅限制，係保障國家安全同埋公共秩序所必須嘅。羊村繪本案案情嚴重，最終5名被告各被判處監禁19個月。家長揀選圖書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內容係咪用激烈嘅手法傳遞信息，將複雜嘅社會議題過分簡化，例如用羊同狼嘅對立比喻，容易令小朋友形成非黑即白嘅偏激思維。最穩陣係揀有信譽嘅出版社嘅讀物，或者參考教育局同學校推薦嘅書單。對於來歷不明嘅免費刊物，就要提高警惕。如果書本用暴力情節宣揚觀點，家長發現小朋友睇完書之後情緒波動大，或者對某啲群體有偏見，就要密切留意情況，適時主動同老師、輔導員溝通。羊村繪本案正好係説明咗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利用兒童讀物
呢一啲睇落好似冇害嘅物品作為媒介，故意利用對立方式敘述故事，影響下一代嘅價值觀，製造社會群體對立。呢一啲正正就係我哋需要嚴防嘅其中一種國家安全風險——軟對抗。軟對抗通常會以多種形式包裝，佢會以睇嚟同國家安全完全冇關係嘅議題作為切入點，目的係分化社會，甚至挑動社會上下不同群組之間嘅矛盾同埋負面情緒。呢一啲手段可能會以文字、遊戲甚至虛假資訊作為載體，滲透偏頗失實嘅內容。呢個就係我所講嘅軟對抗嘅惡毒之處啊！就係用一啲咧，等你唔覺，以為冇乜嘢玩遊戲啫，用呢啲咧嚟荼毒咧你嗰個嘅思想啊！呢一個嘅遊戲咧就正正就係咁啦。甚至好似羊村繪本案，以兒童動物作為包裝，以幼童為目標，灌輸仇恨政府嘅信息。呢啲潛移默化嘅影響可以非常深遠，我哋絕對不能輕視。以上嘅例子反映咗任何社會嘅議題都有可能被想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利用，以達至分化社會嘅卑鄙目的。我哋必須要凝心聚力，全方位去打擊軟對抗。軟對抗咧係會以唔同嘅形式途徑出現嘅，所以市民大眾一定要保持警惕，認清楚國家安全嘅風險同埋軟對抗佢嘅手段本質。而喺個社會上咧，形成咗知法、守法同埋護法嘅風氣。下一集繼續同大家探討另一個案件——譚得志案。